我覺得煮嘢食係享受生活嘅一部分嚟嘅。屋主一個人住啦，佢成日都會下廚招呼朋友，所以咧我就幫佢揀咗 Mia Kachina 呢套櫥櫃。時尚嚴格得嚟咧，其實隱藏咗好多收納嘅空間。除咗背板掛牆式嘅置物架咧，地櫃呢款窄身嘅拉籃都好就手噶，輕輕一拉，所有食材同埋廚具都一目了然。我特別中意隔籬呢款雙層轉角嘅轉盤，佢用盡咗地櫃裏面每一寸嘅空間，可以妥善收納較大嘅煮食用具。而吊櫃咧，只需要撳一下，佢就會自動打開噶啦。佢嘅意大利 Phoenix 納米技術啞光門板可以抗指紋，又可以透過熱力愈合嘅原理修復表面嘅刮痕，比較 low maintenance。而工作台咧，我就揀咗西班牙 Dicken 墨瓷岩板，因為覺得佢嘅雲石紋理好自然，而且耐刮耐磨。屋主就中意原木嘅感覺，所以我就幫佢配襯咗呢款日本嘅 Novaband 胡桃木飾面。佢嘅 3D 垂直壓紋配襯埋玫瑰金鋼片邊條，令廚房更加高質，提升視覺效果。屋主對整體嘅效果咧，其實都好滿意，話呢個新廚房更加令佢想煮多啲嘢食添。